114年，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汉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，先强，编号9号，齐分声录音，一辆学生3，王美珍演作。今年嘅新冠疫情，对一群毕业生千大嘅遗憾，就是大家捐口啲先香港再见，无法度同學生共下參加畢業典禮。有一日，大學3年生嘅阿德收到母校寄來嘅電子信，講我邀請同學轉去參加畢業典禮，真件係當有心。聽校長講，呢度嘅同學遲到，冇同大家共下啲禮堂唱畢業歌，啲教員都共下吉祥話翕相，就冇唱畢業。有人做同學，又當到讀書打拼搞了嘅神奇回憶，係難得嘅情分。故所學校特別安排啲校慶嘅日，請大家做學生3轉來參加典禮。阿德有一個習慣，係用唔到嘅東西，佢會夾夾處理掉。看係廢書，也係鑊鐵，故所嘅間房度總係冷冷哩哩，冇乜嘅 Q 嘅東西。也擺愛潛出3年前嘅 Q3，根本就係土一個鬼也冇可能嘅事情。雖然學校沒有本大家方便嘅選擇，做白色嘅面衫、烏色嘅長褲，就做得。唔過，大家還係會想尋轉嘅到長春嘅印象、珍貴嘅回憶。做阿妹嘅人，就算來嘅無講，也談得到假心事。我先上網去尋看啦。那邊有賣成功高中嘅制服，天花聯絡好勢，想到眼神係嚴嘅，用講嘅唔當用筆嘅，尺寸好勢，還愛收學好上去。臨時等阿德平常做嘅設置出發，一時都馬虎唔得，呀。就是阿妹嘅愛，點點滴滴來為子女設想。今日大早，阿德聽落落嘅昨天興沖沖嘅學生3去學校，看到3年冇見到嘅同學，除咗歡喜，還係歡喜，大家共下翕相講笑。抽定去食住，就像讀高中嘅下，還有同學問起，阿德，你學生3用很安心，一時5點嘅都冇，同印象中差當多呢。知道係阿妹嘅用心後，大家雖然感覺2個分。還係都當險先，原來實行嘅儀式感就係愛樣型啦。一輛學生3，做得本來嘅留下安好嘅回憶，色彩當達，輕重要嘅，還本後生人了解，把握機會，創造回憶，這種價值。係用錢就買唔到嘅。